平安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敬拜赞美诗集的265首。我们的脚要跳舞，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用我们的诗歌，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神。那如果你在荧光幕前的弟兄姐妹啊，你也不用拘谨哈，在神的面前，你也可以站立起来，一起来唱歌跳舞，用你的手拍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的脚要跳舞，我们的脚要来跳舞，我们的手要来拍掌，我们的口要唱喜乐的诗歌。我们的脚要来跳舞，我们的手要来拍掌，我们的口要唱喜乐的诗歌。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生命，耶稣我爱你。我们的脚要来跳舞，我们的手要来拍掌，我们的口要唱喜乐的诗歌。我们的脚要来跳舞，我们的手要来拍掌，我们的口要唱喜乐的诗歌。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生命，耶稣我爱你。我们歌颂，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生命，耶稣我爱你。265首，我们的脚要跳舞，我们再一次从头一起来唱。我们的脚要来跳舞，我们的手要来拍掌，我们的口要唱喜乐的诗歌。我们的脚要来跳舞，我们的手要来拍掌，我们的口要唱喜乐的诗歌。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生命，耶稣我爱你。我们歌颂，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生命，耶稣我爱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用诗歌，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全心，我们的心灵诚实来向你献上赞美。求主开我们的心，不仅打开我们的口，也让我们的心一起同你的话语，我们要一起来认识，在我们生命当中如何做好祷告的功课，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为别人祝福代祷，让我们的生命也同样得着生命的救赎恩典。不仅让人的生命不继续在罪恶当中受捆绑，反而因为我们的代祷而将福音带到更多的人生命当中。也求主带领我们以下时间，也祝福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愿主赐福大家，也让我们在以下时间一起领受神美好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大家平安哈。好，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认识牧师讲了好几个礼拜的有关代祷代祷的功课哈。那今天牧师想要再一次从为什么我们要代祷这个词哈。基督徒我们在谈到代祷，那到底圣经里面有哪些人？有哪些人是透过祷告？他甚至他不是自己跟上帝祷告而已，他也能够为别人祈求的代祷当中，来寻求上帝的心意。那我们牧师会用几个礼拜探讨到我们今天会一起来探讨有关亚伯拉罕。那实际上圣经里面有几位都是从祷告当中，他们也都在为别人做祈求，包含摩西啦、大卫啦、撒母耳、西西家
还有以利亚、耶利米，好，以西结、但以理这几位都是在代祷里面，他们都在为人民的罪、为人民的需要来向上帝祈求。所以代祷的工作对我们基督徒重不重要？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呢，我们在新约当中哈，那我们要了解基督，我们要第一个要先来了解基督，他是被描绘做终极中保的一个代祷者。那这个终极的中保，什么叫做终极的中保？是那乃公的终极哈，叫做最高级啊，就是说中保，就是说透过他来在上帝面前，他是一个最 top。好，我们知道哈，所以我说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中保。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要一起来看，那到底为什么他是唯一的中保？也就是说，我们的祷告若没有透过基督，我们的祷告有可能是没有功效的，还了解不？所以中保我们没有透过基督，实际上那是不行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祷告，我们实际上我们的祷告，不管是你为你自己祷告或为别人祷告，都是一种代祷啊。我们为自己的祷告，也是为自己的生命做代祷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是透过借着基督而向上帝求的，这个叫做代祷。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哈，一定会有很多未信者，甚至不了解什么叫做代祷。有些未信者他代祷是啥？他不是基督的好啊嘛。所以我们要把它稍微把它区分厘清清楚哈。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透过他的死来消除我们与神之间隔绝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是我们的中保，这样懂了哈？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我们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丧失了跟神美好的关系？我们需不需要为别人祷告？需要，而且每一位基督徒更需要祷告，而且每一个人透过代祷能够改变环境。所以牧师最近我也参加很多有关，包含礼拜天我们参加圣灵降临节的这个国际祷告日，我越来越多的体会原来代祷能够参加祷告会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命重新与神去明白，到底我活着的目的，我领受这个福音，我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所以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哈。那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2章我们从第1节到第7节，好吧？好。其实我们最主要看的是第5节哈，但是牧师要带大家再一次从第1节看到第7节哈。好，我来读哈。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还有祝谢，有没有？我劝你，保罗他再一次提醒，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就是一种祷告跟代祷，对不对？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单纯只有为自己祷告，而不为别人祷告，那我要告诉各位，这个之前牧师有提到，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一段话。其实我们的祷告还要再更加强，因为我们的祷告不是单纯只求自己。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然后为什么君王、领导者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怎么样？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第3节，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不要说一个会祷告的基督徒，你认为自己得救就够了，你也不要想说你为你自己祷告，为了能够真正灵命当中的得救，我觉得这都只是初步的生命了，知不知道？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生命要再进入一个更好的阶段，叫做知道上帝的心意。在上帝面前，我们救主面前是可蒙悦纳的，
他愿意是万人得救，好，而且是万人都能够明白真道。好，第5节来了，他说什么？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所以中保的词语就是在这里，这样懂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说终极的中保，基督就只有基督？所以那个我们之前我们的同工他提到说，牧师，教会怎么会用中保代祷团呢？你们知道这个中保的意思是什么吗？中保代祷团叫做我们这个代祷团必须要透过基督啦，若不是透过基督，我们这个代祷团也是没有功效的，这样懂了吗？所以中保代祷团不是我们是中保，但是中保实际上，如果你去了解基督他所做的，第5节他说什么？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第6节，他舍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最后1节哈，我为此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以前我们要知道什么？第5节所说的那个重点，因为只有一位神。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传福音也好，做主的工也好我觉得我们要时常为我们所做的侍奉工作，不管是读经祷告，或者是任何的侍奉工作，一定要是在祷告当中，懂我意思吗？我要告诉各位不单单只是把人带来看圣经带来看圣经，如果你没有透过祷告去让他更深的体会神与他生命的同在，神的话语是没有带出果效的。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他讲的非常重要。他说上面讲到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第一要紧是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因为每一个人很多人他不是一开始就要来听你讲圣经的道啦，对吗？这是很明确的啦。你走到外面你愿意听我讲几句上帝的圣经的道吗？他不会想要听可是如果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说我为你祝福祷告，期待我们的上帝能够帮助你、拯救你。这个礼拜这1、2天，牧师一直接到1通电话，这个人我不认识。你知道牧师时常讲每一个礼拜我要准备什么门徒训练讲道篇都会遇到很多特别的事情真的，这个礼拜这2、3天我真的遇到了。你知道这2、3天我遇到什么吗？这位姐妹她打起电话来，她就说：“牧师为我祷告。”我说还有名字我说好，某某某，我会为你祷告。那你需要我为你什么祷告？她说你们有4位牧师来为我祷告吗？我大概就稍微了解，她可能不太了解代祷的祷告的意思，但是她需不需要有人为她祷告？需要的，只不过她不了解，所以我就开始教导她。我就说好，我来为你祷告，然后我就带着她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我就问她，因为我知道如果她不会祷告，她每一次都会一直打电话来要我带她祷告。我说你会不会祷告？最好的祷告是你也要操练祷告。她说好，我就说来，你也要自己祷告。然后她说好，她就开始念主祷文。她是用华语念主祷文，很慢，我也听得出来她的讲话，她的口齿不太清楚。所以我知道这个人他是受到有一些人给他的一些歧视跟伤害。可是他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我都知道他大概要做什么。所以我牧师有一个非常深的体验到说，我这个礼拜要准备代祷，对吗？可是马上就有人他就打电话来告诉我，牧师我需要代祷。所以我就在想，神啊，你要告诉我什么功课？其实代祷就是真的为万人祈求，真的有很多人他们是需要祷告的。可是我们基督徒往往是要为别人祷告，会想很多了。小公
你著基督徒啊，你嘛要家己祈祷哦，拢无咧祈祷我为你祈祷有效啊无效，我看有，敢若拢无效所以我不想要再继续为你祷告，所以我们就忽略了，其实为别人代祷是一个重要的使命，就像保罗第7节所说的，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他说我为此奉派，他为此是上面前面他所说的这些话呢，所以哪公。你哪刚刚第7节前面那一段话，你把它假想是保罗是去传福音呢，不是为了传如何为别人代祷，我也觉得有点牵强。所以我觉得基督徒不要单只是单纯会看圣经，或者是我不需要祷告，我也不需要经历圣灵，都不要这种偏颇的。牧师会期待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身段要足够放得够低，因为我觉得一定要足够谦卑。待会牧师会带大家来看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谦卑的人。好，来我们一起来看另外一段圣经节，罗马书第8章34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很重要，为什么代祷的工作很重要，而这个使徒能够这个代祷的工作，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好，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一下第8章34节。好，我从33节带大家一起来看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就是说这个他们无罪了你要称为义人，你就把它当作他们没有罪了这样来理解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已经称他们是无罪了呢？为什么还有人在控告呢？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注意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嘛，所以很多基督徒好像忘记这件事情一直在做控告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33节，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没有后面那一段话是什么？已经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了解我的意思不？咱敢有想讲，咱是不是上帝所拣选的？是不是？咱若是的话，咱来了解我们不要被罪控告，不要罪不好的声音控告，不要被会让自己的生命会跌倒的事情来控告自己。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甚至他也在替我们祈求。可是你看后面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有没有这些话？有没有很像我们基督徒？我都艰苦啦，我都没钱啦，我都安怎啦？有没有？有没有？保罗也是在讲是这个吗？是这些吗？这个后面36节，这诗篇44篇22节所说的，我们为你的缘故终身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我告诉你这句话它是在暗指诗篇里面讲的是一种很可怜的状态，他是在表达，诗人在表达，主啊，我们在敌人的面前是在给我们剥削。像今嘛昨天这个5月17号跟5月21号，昨天发生这种台湾政治上的历史的大变动，就是政治人物为了说要改革国会，保护台湾，可是却忽略了台湾人民，大家都是双眼在看，所以台湾人民在我们都以为一开始我也觉得哇糟了，这些立法委员在里面一直在被攻击啦，一直没有人发声，可是就好像这些人一样，可是圣经里面他怎么讲？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怎么样得胜有余了。而且是怎么样？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我们知道，代祷的工作的重要，是为了要能够行使爱的表现。我再讲一次，这一段话34节，谁为我们代祷？谁？对嘛？基督为我们死了，而且他还在上帝的右边，还在为我们代祷哦。可是我们的人，在世上的人，就像保罗当时候面对的这些罗马弟兄姐妹，他们一样啊。他说：“我做苦的呀，有没有？有没有？我们觉得怎么样？很苦。可是神告诉我们，代祷的工作是为了要爱的表现。因为后面我们37节到后面，唯有什么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遇到弟兄姐妹之间，当他们有任何的困难，无论是他一而三再那句话怎么讲？我突然间忘记。好，算了，反正就是有弟兄姐妹不断的将他的困难、将他的问题，或许那个问题我们也提醒他，你要多祷告，你要更多祷告，你要持守的在忍耐等候当中继续祷告。我们还是要怎么样？也要为他代祷，懂了吗？所以牧师鼓励我们在座每位同工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兴起一个文化，叫做祷告的文化。这个祷告的文化是什么？彼此弟兄姐妹问候之间我们要时常，因为你大概会了解弟兄姐妹他有什么困难你给问候完了之后呢，为他祷告啊。我们祷告不是说为了要彰显说我们你看我会为别人祷告我会怎样？不是，牧师不是这个意思。牧师是鼓励各位，我们要能够为别人代祷，让别人的生命重新在上帝的爱中怎么样被遮盖。让他不是活在那个什么患难啊、困苦啦、逼迫啦，懂了吗？所以其实牧师时常在鼓励，甚至传递一些福音，都是从祷告开始的。而且呢，都是对这些慕道友、新朋友，都是先从了解他的问题跟困难，我一定会先带他祷告。祷告完之后，甚至还没有祷告之前，我一定会跟他讲说，待会我会带你祷告。但是我希望我刚听完你的问题里面呢，我也期待你要时常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会顺便教导。所以当我教导完之后，再带领他一起代祷，为他祝福祷告时候，他的能力跟信心，他就会更强大，甚至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到上帝的面前，那福音就传出去了。所以牧师真的很鼓励，包含现在我们也有每周4还有每周6会参加我们华语礼拜的一位姐妹，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是这样的原因方式，在面对问题，然后我们帮助他，为他代祷，能力就会出来。所以这个能力不是我的能力，是神的方法，是透过祷告而帮助人重新与神建立爱的关系。好 ，OK， 那时间关系牧师接下去我们要继续探讨就是亚伯拉罕，我们要从创世纪里面第18章我们先翻到这个第18章。那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第12章到第15章都是在讲亚伯拉罕这个有关以色列的选民这些列祖的历史啦那12到20章里面呢，有特别我刚刚讲错，12章到50章都是在讲有关列祖的历史，但是12章到20章都是在讲亚伯拉罕蒙召与应许。注意蒙呼召生命蒙应许，应许是祝福的应许，对吧？所以要了解蒙召到应许的实践的生命，是从12章到20章。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从第1节18章的第1节到第33节，我们一起从亚伯拉罕他从在生命当中，在上帝的应许里面，他如何在为所多玛城恶的事情、不好的代志顶面，以应上帝来求讨，
而生命得着应许的经历。好，那到底有没有应许？哈，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也一起来探讨几个问题。哈，好，我们从第一节牧师来念牧师来念耶和华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时天气很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口，抬头看见3个人站在对面，就从帐篷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若我在你面前蒙恩，请不要从仆人这里走过去。我让人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一会。你们既然路过仆人这里，我拿点饼来，你们补充一下体力，再上路吧。”他们说：“好，就照你说的做吧。”于是亚伯拉罕连忙进帐篷，对撒拉说：“快准备3斗细面粉和面烤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中，牵了1头肥嫩的小牛，交给仆人，赶快去准备。亚伯拉罕把乳酪和准备好的牛肉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荫下侍立一旁，伺候他们用餐。好，我先讲到这边。从第1节到第8节，你看到了什么？你觉得亚伯拉罕他跟耶和华上帝的关系如何？嘿，什么特征才无写到？我唔知影。但是你看第1节，其实若要讲到安怎，这也爱看到考据啦。但是对我来讲，圣经内底的资料，我认为迄当时亚伯拉罕伊安怎看到，我唔知影。但是耶和华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时天气非常热。第1节他有说显现，第2个抬头看见3个人站在对面。我感觉迄讲天气很热我咧想有可能是光线足光，嘛有可能真炎热，到底安怎我唔知影，我唔知影是安怎圣经安尼记载，但是对我的看法，第3节亚伯拉罕伊知影这是耶和华上帝，无伊袂讲我主，若我在你面前蒙恩，请不要从仆人这里走过去。对吧？这句话应该是真肯定啦，对不？这不是怀疑的人会讲的话啦。第二节，从第2节跟第6节，我看到了2个他的态度不太一样。什么态度？对，他是用跑去迎接的。第6节是什么？连忙叫撒拉去准备物件，有无？所以其实咱有咧查经班的人，应该拢有小可探讨过这个问题伊是徛水，互伊洗骹摕饼互伊食搁抬牛安代表啥？迄代表的是讲伊知影这个人的重要性。所以我认为要探讨讲伊安怎知影，我感觉这毋是咱爱去了解的。但是你会晓去查考，你若有查考着无对了，你较甲我讲我感觉这是我所看到，我会当理解。所以其实上重要的是，有些时候我们在不经意当中上帝他是用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身份方式，会显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你有机会，你去看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要这回来看卖吗？马太福音25章。31节比较有讲到绵羊跟山羊，有无？然后你若看到到后边第37节，35节，伊讲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从后面耶稣他讲到有关这一些比喻，都是在讲人都不知道耶稣有来了，对不？所以赶快啊，你有了解上帝在咱的身躯边吗？这是上重要的。好，所以我们从这边第1节到第8节，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跟上帝的关系。我刚刚有讲他的蒙召到应许的过程，这一段话18章牧师要鼓励大家，到他最后面，他为这个所多玛来代祷的时候，他之前他跟上帝是什么关系？我希望让大家好好了解。第9节，按这位来看。他们问亚伯拉罕：“你妻子撒拉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回答说：“在帐篷里。”其中一人说：“这3个人其中一个，这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对不？咱还知道这3个朋友3个人的意思是安尼好，第10节，其中一人说：“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口听见了。亚伯拉罕和撒拉已经年纪老迈。撒拉早已绝经，撒拉暗自发笑，心想：我已经老了，还会有这种福气吗？况且我的丈夫也老了。耶和华问亚伯拉罕：撒拉为什么偷笑，说：我这把年纪还会有孩子吗？什么事能难得了耶和华呢？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听见了，非常害怕，连忙否认说：我没有笑。但耶和华说：不，你确实笑了。这里有很多这种情绪，牧师用一些不一样的语气，让大家能够更感同身受。这个亚伯拉罕他的家人，如何在经历上帝的蒙恩呢？所以呢，我们从11节到第12节，我要问各位11节到第12节，亚伯拉罕和撒拉已经年纪老迈，撒拉已早就绝经了。然后撒拉他太太还发笑，有没有？你起笑啊？每次我讲笑的，我这老啊，靠有可能够有这个福气，对不？有些时候我们在向神祷告以前，我刚才有讲亚伯拉罕为这个所多玛祷告以前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为别人代祷以前你的生命必须要经历的事情了解然后先有这个前提了解刚刚我讲1到8节是什么？这个人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什么？热情渴慕跟神建立关系的人。第二个，他家人有没有会怀疑的？有啊。所以呢，这个我刚刚讲11节有没有？亚伯拉罕有没有很老了？有啊，对不对？撒拉也是很老了，而且还绝经的人更年期过了撒拉还笑笑说别讲的这靠可怜，我这个回也靠可怜呢。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为了自己限制不可能的事情，而阻挠了上帝的作为？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就好像以前我们教会建堂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不是吗？甚至有很多离开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在想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没有办法同工同心同心来走神福音的道路，往往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自我设限所以很重要，自我设限真的在神的眼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样懂了吗？但是你可以去想这个问题，我该如何来向神祈求？如果是上帝要成就的美好心意，神是都有可能发生。好，所以呢，我们来看第15节。
当我们的事情被主摸透的时候，你有没有诚实在面对？有没有？撒拉听见了非常害怕，还连忙否认说什么？我没有笑呢。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时候好像牧师都已经发现说了你的，好像讲中了你的致命伤的时候你会更小灯手气我没松来啊啦，会不会有人会？这个就是这种心态了。但是牧师不是耻笑你们我要再次提醒各位，如果你是刚好是这样而已，我要提醒各位，我们顶多就是像撒拉一样，要切记，因为撒拉她非常的害怕，连忙否认说我没有笑。注意后面那一句话，耶和华说什么？不，你确实笑了。这句话在讲什么？这句话在讲在上帝面前，上帝在看，拢知啦，伊拢知啦。所以咱唔通为着讲牧师讲到我的致命伤我就安怎？我来见小灯受气，我无要来教会啊。咱老安尼兄弟爱鼓励伊，讲嘿 ，hello， 莎拉她曾经也是这样。我们学习面对，如果牧者他了解我们，那我们要感谢牧者，谢谢牧者，因为牧者看到我们生命的软弱不足，点在哪里？不是这样吗？所以这个外囡仔恁知影？我外囡仔伊若是通常他认为他的爸爸没有发现他的问题你知道吗？他会偷偷来我囡仔伊会举做我落来楼骹上班做工课我就看袂到啦。所以伊就讲有一摆我就讲待会不准看电视然后我就看到责任爸爸哪落去咱再来偷看。意思就是说什么？我们认为上帝好像看不见，我们好像认为别人看不见。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实际上是无地自容的，神都知道了。所以我觉得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一种敞开，把生命带到神的面前。我觉得从第9节到第15节，是在告诉我们，一个蒙恩的人，他必须要在上帝面前怎么样？不单单只是1节到第8节，他对神的一种人对神的一种热情而已第9节到第15节还探讨了一个人生命的问题，上帝要重新跟人建立关系的问题有无？你有看到无？所以第1节到第8节是咱看到亚伯拉罕伊看到上帝欢迎嘛，对不？但是你嘛无看到上帝的什么回应对不？但是第9节到第15节你看到拢是啥？拢是应允伊先对这个家庭，我要甲你精选，我要先甲你讲一寡代志以前，我先看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符合无所以咱今麦来看第16节那3个人起身朝所多玛眺望，这个上帝的这个叫做什么意象上帝的意象在人的眼中要开始显露出来那3个人起身朝所多玛眺望，亚伯拉罕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要做的事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成为强盛的大国，天下万国必因他而蒙福。我拣选了他，是要他教导自己的子孙后代，持守我的道，秉行公义，这样我必实现对他的应许。”耶和华说：“所多玛我先讲到这19节的好，16节到第19节，咱会能看到，上帝伊甲亚伯拉罕，他先告诉亚伯拉罕一个什么关系？你看到啥？你有看到上帝伊看到世间的人的罪无？有无？所多玛嘛，对不？但是伊有一项工课，上帝伊有安怎讲？伊讲我要做的事，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了解我意思吧？我讲意思就是讲，假设有一个人犯罪，假设有一个人有破病，假设有一个人需要上帝来给伊帮助甲拯救的时阵，上帝伊会透过啥？伊袂放
伊袂互一个犯罪的人继续犯罪啦，伊嘛袂互一个痛苦的人继续艰苦啦。伊会安怎？我要做的事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意思就是讲，上帝伊甲亚伯拉罕的关系好无？有好无？其实是做好的，那亲像朋友相款。所以，咱甲上帝若是拢是敬畏上帝的人，咱甲上帝的关系，敢是朋友的关系？是。咱甲上帝朋友关系的时阵，上帝会互咱知袂？会。啊，上帝若互咱知的时阵，会安怎开始？会安怎做？咱继续看落去。还了解哦？有小可了解无？我爱互咱了解这个逻辑哦，这个故事的逻辑有它的上帝的心意，这是上帝让我在预备的时候有很深的感触啊，希望带领大家来了解哈。好，所以第19节他说什么？第17节到第18节到第19节有没有？好，18节亚伯拉罕必成为强盛的大国，天下万国必因他而蒙福。我先问咱各位哦，咱若甲上帝是好的关系，你会期待咱亲像亚伯拉罕同款强盛的大国、强盛的基督徒啊、强盛的教会无？爱啦，袂使无啦，爱了解无？我们不能只有单纯只有跟神有好关系而已啊。所以牧师要奉劝各位不要小看一些强盛的教会、复兴的教会，而我们忽略了我们也应当要学习的本分。所以底下一共下面，天下万国必因他而蒙福啊。所以第19节，我拣选了他。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被拣选？有。是要他教导自己的子孙后代持守我的道，秉行公义，这样我必实现对他的应许。注意哦，19节最后，我必实现对他的应许之前是什么？上帝给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要使他变成强盛的国，天下万国必因他蒙福的条件是什么？对，这样懂了哈。教导自己的子孙后代持守上帝的道，秉行公义。所以我告诉你，教会不分大小，只要教会是秉持上帝的道，秉持公义，不要去比较大小。但是你一定要学习人家能够复兴的教会，他们用的方法。好的要把它好好拿来用，好的不好的我们就试着借鉴自己。好，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20节，耶和华说，所多玛和俄摩拉罪恶深重，人们怨声载道。我现在要下去看看他们的恶行是否如我听到的控诉一样，如果不是，我也会知道。你看上帝伊咧讲话伊要看这个亚伯拉罕讲话他都就像朋友一样，但实际上他要叙述世上的人的问题他也都一目了然呐。好，所以呢，我们要看问题来了我们看哪些问题就是亚伯拉罕他如何来为这个城来祷告祈求。22节，其中2人转身向所多玛走去，亚伯拉罕却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上前说。对耶和华说：“你要把义人和恶人一同毁灭吗？倘若城中有50个义人，你还要毁灭那城吗？你会不会为了50个义人而饶恕那座城呢？你绝不会黑白不分，把义人和恶人一同毁灭。你绝不会这样做。你是普天下的审判者，难道不秉公行事吗？”耶和华回答说：“我若在所多玛中找到50个义人，就因他们的缘故饶恕全城。”亚伯拉罕又说了：“主啊，我虽然渺小如灰尘，还斗胆问你，倘若只有45个义人，你会因为少了5个义人而毁灭全城的人吗？”耶和华说：“我若在城里找到45个义人，也不会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说了：“倘若在那里找到40个义人呢？”耶和华说：“为了40个缘故，我不会毁灭。”
亚伯拉罕又说：“求主不要发怒，容许我再问一次。”哦，这亚伯拉罕伊知影，一直问落去吼，伊嘛歹势咧。伊感觉讲做安尼，敢若甲上帝安尼讨价还价吼，但是无求阁袂使。吼，倘若在那里只找到30个义人呢？耶和华说：“倘若在那里只找到30个，我也不会毁灭。”亚伯拉罕说：“我大胆再问一次。”哦，他说：“我大胆再问一次哦。倘若在那里只找到20个义人呢？”耶和华说：“为了那20个人的缘故，我也不会毁灭。”亚伯拉罕又说了：“求主不要发怒哦，让我问最后一次。倘若在那里只找到10个义人呢？”耶和华说：“为了那10个人的缘故，我也不会毁灭那城。”圣经公告家33在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完话，便离开了。亚伯拉罕也回家去了。你们觉得耶和华如果他没有离开哈，亚伯拉罕他还会不会继续问下去？我觉得应该有可能啊。可是圣经里面就讲到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完话就离开了啦。好，我觉得上帝也有一些反应了哈。但是哈，我觉得上帝为什么还可以允许他总共亚伯拉罕讲了几次？我这样算过哈，来，我们一起来算看看。24节一次，28节又一次，29节再一次，30节再一次，31节再一次，32节再一次，总共6次。好，依此递减。可是每一次他有没有继续为那些人祷告？有没有？他都有继续为他们祷告，而且为他们祈求。那他求的态度的方法是什么？来，我们来看看他的方法是什么。我们来学他的方法，来了解吧。咱要为人代祷吼，迄个心态最重要啦。了解我的意思无？咱来知影吼，你有看到亚伯拉罕吼，他为这个所多玛的人祷告哈，为这些有几个人需要几个人，其实这不是重点。我觉得重点是他的态度啊。我们来一起来看他的态度。他说什么？他的25节，他是说什么？你绝不会。他说你绝不会。好，他是先把上帝的这种慈爱、怜悯，好，然后这种救恩，你是拯救25节啊，一开始嘛，对吧？50个人嘛，对吧？倘若城中已经开始讲啊，哇，你要甲义人甲歹人做伙毁灭咯？唔通啦，安尼唔好啦。25节，上帝啊，你绝不会啦，把义人和恶人一同毁灭，你绝不会这么做的啦。你是普天下的审判者，难道不秉公行事吗？哦，有没有？就好像我们昨天这个这个外面的国人一直在抗议他说：“这立法院的院长你爱秉公处理今仔日就好好啊，小可秉公处理。但是迄条例嘛是无过啦，听讲敢若1条2条有过。所以我觉得秉公处理，迄个亚伯拉罕他知道上帝他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他讲很直接，他是站在上帝的立场、上帝的这个形象身份在讲的。可是呢，27节他就回到自己身上，有没有发现？所以第一个，当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大部分都是主啊，你是蛮有能力的，你是会行大事的，有没有？所以我们都很乐意为第一次为别人代祷，都好像是为50个人祷告，类似这种心态。上帝啊，你是安呢？是。无安啦。是，是啊。但是有我啊，有救啊，有。对，是无嘛？
对，啊，但是对我来讲，其实得救无得救的主权是在于上帝啦。但是伫遮，我要带领咱来看是看，这是我牧师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个很重要的端倪啊。因为咱会当看到讲，真正呢，50个人啊，45个人，迄个阿伯拉罕伊的生命转变是无共的。你看，为45个人，伊27节伊就讲：主啊，我虽然渺小如灰尘，但是我还是要斗胆，就是说，虽然我的这个。
络媒体、政治有太多的谎言那个 OL 攻这背背攻这 OL 真的那个很多年轻人都是被骗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政治人物才是真正的诈骗集团。对。真的所以这部分我们请这个苏会长老来做祷告。那我们你为教会福音圣经真理回应大家人会当更较热切敲吹好，咱做伙来祈祷我先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我是感谢你，感谢主你赏赐予阮，会当伫主你的话语中来经历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从你的话语更多的领受，为别人带到生命要如何得救，生命得着永生，生命能够真实认识到主，让我们的生命在罪恶当中、捆绑当中，得以在神的面前得蒙神的救赎。主我们要为我们弟兄姐妹家中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亲人朋友来带到，恳求神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位在主内的弟兄姐妹有足够的信心跟能力，让他们时常在祷告当中，在神的话语里面，在陪伴、在教导，甚至在与家人的互动的关系里面，都能够建立一个和睦的关系，能够荣耀神，能够成为神所喜悦、有爱的家庭。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家中，还有他们的朋友间，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每一个需要福音的朋友，也恳求神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足够的力量，让他们能够有从主而来的感动跟使命的呼召，带领他们的生命走在传福音的道路上，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平安的平安，我们这个所在，让我们来分享如何带导的侍奉工作。主啊，谢谢你透过牧师，让我们更加了解在创世纪亚伯拉罕与你建立的关系。亲爱的主耶稣，真的，你如果要做一个带导者，我们一定要跟你建立一个很良好、很和好的关系，我们才能帮助别人来做祝福的祷告。主啊，在我们大小教会，我们也是有看到我们的青年、我们的小朋友，我们都一同在主你的话语在里面，认识你的真理，一起在成长。亲爱的主耶稣，求你祝福在子安弟兄的身上，让他在带领青少年的时候，都有主你的话语，带领他们来认识真理，就是你带我们生命的路上的光一样。亲爱的主耶稣，
身上。亲爱的主耶稣，我真的有看到，这年代、这时代的年轻人跟我们以前的不一样。有时候他们因为工作忙，有时候因为他们是看到很多现代的那个视讯扰乱了他们正常的思维。主啊，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帮助我们这些年老的长辈、这些兄姐，能够来用主你的话语来带领他们，重新回到主你的话语里面，认识真正、真的或是假的里面。主啊，我们只能在你的话语当中求生活，才是光明磊落的。亲爱的主，求你祝福这样的大小教会，让我们青少年无论是哪一个阶段，都能够蒙着主你的恩典。主啊，你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一起从代祷的学习什么是代祷的工作。那我们在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认识圣经里面有关摩西他如何做一个代祷的角色。愿主赐福大家平安。